7月2日大罢免特别投票，罢团的反共护台志工联盟今仔是对华人来启动护国大示警，因呼吁支持者就爱站出来做保卫国家的响灯塔。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总调立委鲍坤琪嘛，搁再质疑罢免的正当性。 罢免团体反共护台志工联盟甲民进党合办护国大招警，刷专台超过30个罢团为法院处罚，兼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琪毋但叶巴老师、叶春莲到场收听，无党籍法院关系长丁俊也要伫7月初5到庭。其实他们在赌的就是民众的健忘，这个忘记他们过去1年以来附随组织在 立法院里面怎么恶行恶状，然后这个毁宪乱政哦，亲中投共，通过了非常多伤害国家的这些法案，铺天盖地的各种抹黑、重伤攻击，甚至把台湾各地的人都找到花莲来，深刻的影响到花莲人的日常生活。再一次的正告赖清德总统，请不要污染花莲。 鲍坤琪质疑罢免的正当性，而7日了地坡南汇罢免案投票，敢若剩3礼拜，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家平评估，面临客观罢免风险的只剩3席。桃园的杜宽吉、新北叶元之、加大党的黄建斌，加最近因为牵涉贪腐，涉被加做新闻焦点的郑正琴，加做3家以危险名单。目前被列入罢免的危险名单里面吗？哦，2个是你还。 都要很小心因为我在想说各种评估都会有，那我们其实也是随时保持最高度的一个警戒的状态。杨进前台湾队长陈杰贤，互网友解读听罢免，汉籍拉拉队员李道辉也被人解读，加做支持大罢免大成功。公关团队也出手呼吁唔通散布合成图，避免误会。你越这样做，其实只会让社会大众越反感而已嘛。这喜欢看李多慧跳舞的人，或者是喜欢看陈杰宪打球的人，会希望他们的偶像被你罢免团体拿来当工具使用吗？网友上面呢，对于这个不管是罢免还是反罢免都会有他们这些创意但是在创意之余呢，还是要去注意。中选会车车公告24个立委罢免案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的投开票所，民众应上网点选户籍地，对应照 Google 地图显示投票所的位置。记者综合报道。